兒歌奇異果，我是奇異果，身上長毛毛，別看我不美，酸甜營養好。各位小朋友，而家老師呢就想請你哋跟住一齊念一次兒歌奇異果，我是奇異果，身上長毛毛，別看我不美，酸甜營養好。小朋友，你哋都念得非常之好啊！今次老師想請你哋念俾你哋嘅爸爸媽媽聽。我哋一齊嚟望下呢張兒歌遊戲紙點樣做啦！小朋友啊，仲記唔記得之前上堂嘅時候，你哋同老師一齊探索過奇異果啊？奇異果嘅表皮係點樣嘅呢？你哋記唔記得啊？請你哋咧喺下邊呢幅圖畫畫返奇異果嘅表皮，同埋咧填上顏色，之後咧再同爸爸媽媽一齊念呢首兒歌《奇異果》。咁我哋今日嘅兒歌短片呢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